咱今仔日好停哦，赶紧的小琉球的民众啊，强要无物件通食啊，船公司赶紧今仔开始，但船啊吼，民生用品拢达载过，但是原底这个港口吼，应嘛是非常的关价不强，所以要改倒位呢，改这个盐埔港啊，不管你是要上货落货，拢较方便啦。 屏东东港来往小琉球的船帮停3天半，趁雨有较停，总算是开船。为船来看出去，船是海甲真厉害，不过船原来是坐甲客满。码头内民生的用品是一箱搁一箱送上船，因为小琉球的居民表示，特别等牛啊。接下来小琉球那边都没有菜了，物资真的很缺乏，因为有游客很多啊。之前是停留1天，没想到今天。 这次停留那么多天啊！今天才回来，就船没有开啊，船没有开，2、3天没开了。若是物资要送去小琉球，要坐船的民众，搁较是一个接一个。南部地区大雨是落袂停，今仔日透早真无简单，等着雨较细。船公司考虑到民生的需求，佮有旅客运输，今仔日甲明仔载2天恢复中岛进前的船帮。不过因为天气原来无稳定，东港溪是真错漏，所以有船公司甲停船的地点改去盐埔港。 溪流造成湍急的时候，我们的进出港非常的不容易啊，而且会造成危险。西南风以及低压带的影响，都相对减得比较小了。那事实上是可以航行啊，而且实际开了2趟出去，也都是风平浪静。船公司强调，早起观测海洋的悬大约是103到104公分，风力伫咧3级以下。不过烦恼天气有变化，加上沙岛风台要来，所以敢若开放到中岛，后续的船帮搁爱看状况决定。提醒民众坐船除了爱看好时间，嘛爱确认地点，较免船坐无着。